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ice， 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款室內無線監控鏡頭，可以連 5G WiFi 噶， 2.4G 5G WiFi 全部都可以連，非常之得意嘅公仔機器人造型，可以上下左右轉型，又可以對講，上下都可以噶，又有夜視燈。入邊內置有電池，你可以擺喺辦公室台面啊、倉庫啊、鋼絲啊，或者擺喺客廳嘅電視機隔離啊，都可以噶。無線監控連接非常之方便，只要你嘅手機可以上網，就可以睇到鏡頭嘅畫面，可以手動控制佢360度旋轉左右，上下都可以。仲有埋夜視功能，就可以手機遠程開燈，變成彩色夜視，仲可以對講功能，鏡頭仲可以電子放大16倍。呢個就係我哋最新款嘅機器人無線監控鏡頭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歡迎關注我嘅頻道。